各位馬迷朋友，大家好啊！歡迎嚟到田雞開講，我係田雞啊。今條片俾翻大家就係嚟緊3月18號星期三跑馬地谷草賽日嘅尾場心水啊。當日尾場就係第9場啦，3班1650賽事啊。咁呢一組12匹馬上陣啦。今組其實近排有表現嘅馬都相對比較多啊，即係勁沙塵啊、留下啦、翠兒威威嗰啲啦咁4升3嘅馬啦，魅力之耀都係近排有個唔錯嘅表現啊，今次仲俾佢抽到個1檔添啊。但係第一匹心水我就會想揀翻呢一隻啦。其實換咗人跑之後好明顯呢一隻馬係有進步啊，同埋跑得更加之好啦。就係呢隻1號勁沙塵先啦，潘頓廖康明啊。近排馬主都整咗個飯局都有邀請到潘頓出席啦吓。呢一隻勁沙塵都係近排喺佢胯下成績相當之唔錯啊。呢一啲咁忠心穩定嘅馬匹我相信今場都係值得揀翻啦，因為都係繼續喺翻3班度跑啫嘛。如果你話論到今場3班個成績呢一隻勁沙塵絕對係有一定嘅優勢啊。即係你比較翻同場所有對手都好啦，3班成績冇一隻係夠呢一隻勁沙塵嚟玩噶，同埋佢跑法都係相對比較彈性嘅。你之前睇翻何澤堯嗰場，哇，留到後一後咁樣跑都照追啊。潘頓近2場跑都見佢正正常常嘅即係冇話搞啲搞路跑得好核突絕對冇呢回事跑呢一隻勁沙塵嘅話。嚟啦，同大家睇翻勁沙塵潘頓上2仗點樣跑先2月11號跑第2嘅呢一場啦。大熱暫時係2，好嚟一起步嘅時候有財有勢，慢咗少少嘅。哇，你見到一出閘其實都有啲逼劫噶，你見潘頓都好主動壓翻個位出嚟俾馬撞都唔緊要呢一啲潘頓死都要攞翻個靚位先鏟3鏟冇中檔位置。前面快噶嘛，內欄有呢隻電信巴打啦，中間魅力之耀走咗上去外邊有英俊飛區，最出仲有隻阿基拉中間第5位非凡浩傑，內欄第6黃衫貼欄就係呢隻凡凡有餘嚟噶。大約跟住個第7位啦，橙衫橙帽勁沙塵後邊5匹馬肯佩斯啦，尾4浪漫老窩尾3有財有勢，尾2紅衫係嗰隻好實力嚟噶，暫時殿後精彩動力好啦，轉完呢個滿貫彎咁滯啦，前面放個馬就係呢隻魅力之耀自己嘅貼欄放添外邊英俊飛區第2位第3位響外邊位置就阿基拉走咗個3踏內欄第4電信巴打，中間第5紫色衫紅袖非凡浩傑內欄第6仲有凡凡有餘拍住個外邊橙衫第7位仲有勁沙塵後邊5匹馬肯佩斯浪漫老窩尾3位置有財有勢尾2就好實力暫時殿後仍然係嗰隻精彩動力嚟噶。去到對面直路尾過埋呢個600啦，前面方仲係好大隻嗰隻魅力之耀外邊第2位英俊飛區，埋邊電信巴打，中間就有呢隻非凡浩傑上咗少少響外邊位置仲係首位中游位置鏟3鏟帽就係呢隻勁沙塵啦。首位方面絕對冇問題隻阿基拉內欄黃衫白鼻梁嗰隻凡凡有餘揈出去外邊追啦，有勁沙塵橙衫嘅馬林中間有財有勢最後200零米啦，魅力之耀放順咗，仲有個零馬位嘅優勢見到埋邊有電信巴打中間英俊飛區勁沙塵外邊追出仲有隻好實力嚟最後100零米到啦，頭仔係英俊飛區外邊追有勁呢一隻勁沙塵絕對係追得好鬼勁啦呢一隻嘅勁沙塵絕對係追得相當之好啦，潘頓絕對冇話點樣跑錯噶啦，就係真係人哋英俊飛區放到順晒咁追唔切咯。你見到樓下跑第4嗰啲好實力再出都係保中到噶。勁沙塵今場有一個咁樣嘅表現絕對係好噶都係 keep 翻到成個狀態喺度即係你唔好以為佢加到134頂磅135頂磅呢一啲位置佢係 keep 翻住成個狀態喺度遇正今組對手，我覺得比上一仗呢一組英俊飛區好實力呢一啲係弱少少添噶。所以呢一隻勁沙塵潘頓只要醒醒定定正正常常發揮咁我相信pace 嗰啲一定喺翻度所以1號勁沙塵潘頓廖康明都係幫廖康明爭冠軍嘅一啲好嘅馬嚟噶啦第一匹心水揀翻佢啦。
好啦，接下落嚟啦，第二隻心水啦啊，揀翻呢一隻呢，其實今季呢都有兩 win 噶，大家都唔好睇小佢啊。雖然三班未話有好似勁沙塵咁標青嘅成績啫，但係都叫做上過名噶啦，即係克服到噶啦已經。今次換翻位騎師啊，咁啊就係呢隻5號爆笑啊，蔡明少告東尼話，雖然就蔡明少近排真係冇乜手影啦，但係如果你講翻爆笑呢一隻馬呢，我寧願佢告東尼俾翻阿蔡明少，始終徒弟仔呢，司徒佩達呢更值得信任啊！因為近幾仗啦，你見到升咗3班之後呢，都俾咗阿巴度跑啊呢一隻馬，但係呢個成績呢絕對唔差噶，加上你見到佢贏親馬呢，其實最合拍嗰個咪就係蔡明少咯啊！所以啦，蔡明少先係同呢一隻爆笑最佳拍檔啊！咁啊，分分鐘呢一隻馬呢，幫阿蔡明少呢隔咗咁耐時間贏翻馬呢，都唔出奇啊！始終告東尼嘅馬呢，搭阿蔡明少呢，更加之信得過啦。嚟啦，同大家睇翻爆笑啦，今季啦都叫做跑3班上過個名嘅話，第二名呢一場巴度跑嘅一齊睇翻先啦。全熱門係5，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快閘嘅馬埋邊雙影紅相當出閘相當之 sharp 嘅呢一隻馬咁當然雙影紅嗰啲都好快啦。喺翻前面位置紅衫紅帽爆笑。快響中間有爆笑啦，出邊有兩隻走上去嘅，分別係開心三寶最出係建測群英嚟噶，大約跟住個第5位啦，內欄嗰匹呢仲有仗義啦，中間老班精神跟住個第6出邊馬路後邊嗰5匹馬，內欄黃衫尾5呢就一先生啦，尾4灰馬海明神區後邊3匹馬爆得美麗，出邊尾3尾以粉紅衫內欄呢仲有勁好運暫時殿後係揀馬之王嚟噶，好啦，接近對面直路頭啦，前面放嘅馬呢就開心三寶外邊有建測群英守住內欄第3啦，就係呢隻雙影紅第4位爆笑啦，內欄第5仲有仗義啦，第6位藍眼罩老班精神出邊有馬路後邊嗰5匹馬一先生海明神區爆得美麗就響尾3尾以粉紅衫呢，咁就係嗰隻勁好運暫時殿後仍然係揀馬之王嚟嘅，去到對面直路嘅中尾段接近600米嘅斷處前面放嘅話仍然係開心三寶建測群英外邊第2位啦，雙影紅仍然守住內欄嘅第3第4位有爆笑內欄第5就仗義響外邊呢就馬路後邊大約跟住個第7位老班精神揈出去外邊爆得美麗埋邊黃衫尾4一先生，後邊3隻海明神區勁好運包咗落尾嘅馬係揀馬之王入正最後直路啦。爆笑啦，因為今場好多馬呢喺前面鬥搶佢都跟得比較辛苦好早就騎啦，但係都照追keep 翻住喺度乘住呢咁前面戰先嘅馬就係開心三寶揈咗出去呢有建測群英呢個時候雙影紅呢兩隻馬中間穿上嚟啦，埋欄追有仗義，外邊上仲有呢隻爆笑最後100零米雙影紅走甩咗半個身位，外邊追上嚟嘅馬係爆笑，入邊有開心三寶接近終點咁呢一隻嘅爆笑個追勢相當之強噶，你見到好早就騎緊呢一隻馬，但係末段呢都係照追噶，證明呢一隻馬呢個實力係真係有翻咁上下噶。今次雙影紅嗰啲又唔喺度啦，同場快馬呢，其實相對今場都比較少咗好多噶，甚至你睇翻蔡明少爺馬呢，都唔一定話係主動擺喺前面走噶，中游位置就得噶啦。呢一啲馬今次有個7檔，我覺得呢一隻馬俾翻蔡明少跑呢，絕對係有機會保中即係除咗勁沙塵嗰啲叫做今場比較一枝獨秀之外呢，其他馬呢個水準都係平均啲噶。所以半冷門嚟講呢，5號蔡明少告東尼就要揀翻啦好啦，最後啦第3隻就係揀翻呢位騎師嘅私家坐騎如果呢一隻馬再交代唔到，我相信希斯呢係一定換人咁係邊一隻就係呢11號咯，魅力之遙楊明倫大衛希斯呢一次真係冇藉口噶啦，楊明倫再呢一隻絕對係佢一啲私家坐騎啦，跑咗10場都有噶啦但係咧仲未開到齋最叻第3嘅啫其實近排都開始有啲飛數嘅啦，呢隻嘅魅力之遙再唔贏呢，我相信希斯必定換人今次點解話係最後機會嘅楊明倫？因為有個1檔冇藉口噶啦，今次楊明倫再跑得唔好，馬主都等唔到啦，係嘛？
所以啦，魅力之耀真係啦，最後嘅機會啊！咁啊，魅力之耀依家睇落佢其實跑法上咧唔算話太花巧嘅，主動擺喺前面走咧，都有個均速嘅追勢咧，翻到嚟啊嚇！嚟啦，同大家睇翻上仗跑馬啲1650楊明倫點跑先啊嚇，留得比較後嘅今場啊。係一準備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快閘咁啊，外邊雙英雄相當快閘啊，咁啊見到中間位置咧有暴風之子啦、紫色衫魅力之耀啦，中間有咁啊魅力之耀都搶㗎，你見楊明倫但係又係雙英雄嗰啲啊，咁啊裝出嚟哇，大外檔都快過你啊！爆笑內欄嘅建測群英啊，但係跟住個第6位超加加內欄第7粉紅衫啊勁好運啊，後邊嗰5匹馬啦，紅衫尾5係好實力啊，後邊4匹分別有仗義、銀亮奔騰響內欄尾3，後邊2匹馬有財有勢，同埋一隻呢就起風連嚟㗎。好啦，過1000二米段處啦，放咗出嚟跑添啦，雙英雄啊，外邊啊暴風之子第2位啊，魅力之耀呢就外邊跟住個第3紫色衫嘅內欄第4位㗎嘛，仲有建測群英啊，第5就超加加啦，內欄第6啊爆笑啦，第7位紅衫紫色帽係好實力噶，後邊嗰5匹馬勁好運仗義啊，尾3位置仲係銀亮奔騰啊，後邊2匹有財有勢同埋起風連嚟噶。好啦，過呢個800米段處啦，前面放都仲係呢隻雙英雄嚟嘅，跟住第2位外邊有暴風之子啊，第3位嘅馬都冇變過嘅，埋邊係建測群英啦，魅力之耀外邊紫色衫跟住個第4啊，再後邊嘅馬有超加加內欄第6爆笑啊，出邊走咯，黃帽仗義。好實力就紅衫紫色帽喺馬林入邊嘅，內欄尾4勁好運啊！大面箍白衫尾3銀亮奔騰尾衣有財。呢隻仗義咧留得太後啦，讓晒啲位俾阿雙英雄啊，咁啊嗰啲建策群英依家自己要揈出去大外檔追啦。優勢遙遙到後，起風連嚟嘅，好啦，正最後直路啦，雙英雄佔先嘅，見到側咗出嚟2踏，建測群英追佢啦，接埋邊上有爆笑，偷入邊追咁啊，銀亮奔騰勁好運，外邊魅力之耀大外檔，仲有呢隻好實力啊，最後100零米，外邊逢馬過馬，好實力殺咗上嚟，中間建測群英啊，再見到個後邊噶嘛，第3位有銀亮奔騰勁好運，嗱，魅力之耀絕對係輸唔遠噶，你見到。拍翻實啊！建策群英嗰啲噶，佢留守個位置就衰過人哋添啦。如果你話論爆發力，一定又係唔夠隻好實力嚟騎噶啊！雖然就話上次係輸2分幾個馬位，又輸第5啦，但係如果你話撇除嗰隻好實力呢，絕對係叮當叮當咁樣翻嚟噶。因為步速上呢，就一定係益晒嗰啲好實力啊、勁好運嗰啲噶啦。你見到隻隻都追上嚟嘅。係建策群英比較叻大啦啊，守個位靚過你啊，魅力之耀，所以就有個第2啦。否則如果你話調翻轉個位呢，第2名一定係魅力之耀攞到啦。楊明倫上次真係留得太後啦，呢一啲馬個爆發力唔夠人哋玩啊，所以啦今次啦一檔冇藉口噶啦，一定係你搶噶啦，冇第1位都第2位噶啦，呢一隻魅力之耀今仗就啊。所以啦，如果今次呢隻魅力之耀再冇一個好嘅成績啊，至少上名啦啊！如果繼續楊明倫跑呢，就以後都唔使買啦啊！除咗落班之外，所以啦呢一隻嘅魅力之耀今次啦一定係揀翻噶，第3匹心水揀翻呢隻魅力之耀楊明倫希斯噶。最後啦，多謝大家一路以嚟支持啊！大家如果有啲心水想同我分享，都留言同我講啦，下條片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有嘢益大家，有嘢益大家，終於嚟到啦！我哋會員頻道大升級啊吓！只要嚟緊加入我哋啊會員馬王級嘅級別啊，就會有一個無添加100% 真實呈現嘅大數據報表啊吓！比起坊間任何報紙雜誌啊，更加之自由彈性，多角度分析。多角度睇到啊吓，所有嘅數據啊，我相信坊間冇任何一個機構咧大公開拎晒呢一啲數據出嚟俾大家啊。咁啊，但係啦，嚟緊只要加入我哋馬王級嘅級別就有啦，每個月更新一次啊。咁有咩着數啊？呢一個當然唔少得最基本嘅騎練配搭啦。大家見到畫面上睇到何澤堯啊，可能好多人同你講呂建威、何澤堯合作嘅次數好多，成績好，但係絕對唔會有人同你講啦。何澤堯、姚本輝啊，
今季合作咗咁多次，只有一次上名啫啊！咁啊呢一度慳慳埋埋，大家都可以買多場都仲得啊嚇！除咗有基本嘅騎練配搭，當然有邊一個係輸得最多嘅大熱門呢？通通都有啊！咁啊，大家成日講潘頓，其實周俊樂呢位騎師都好似輸咗唔少大熱門啊！布文更加之係啦，經常搏失嘅一位騎師啊嚇！咁啊，你見到相當之詳盡啊！呢2年嘅數據，2025年打後啊都有喺度啊！冷門嘅頭馬當然唔少得，成日大家講金城江啦，但係啦，除咗金城江，其實都原來有唔少嘅騎師啊爆咗好多嘅頭馬出嚟噶。蔡明少啦，你見到都唔少得過金城江噶吓，呢一啲數據咧全部都可以睇得到啊。除咗頭馬位置都有啊。當然唔少得奧爾文啦，今季冷門上名最冷嗰就係金玉良言129倍獨贏啊！咁啊，大家都要睇翻呢一啲咁真實無添加任何雜質嘅數據啦。除咗呢一啲大家經常問到嘅數據分析之外啊，非常偏門嘅冇人做嘅啊，邊一個練馬師贏邊一個班次嘅數據呢？我哋都有啊。高東尼馬房成績唔好噶，但係你會見到高東尼贏一啲一班賽、高班賽呢都會係比較醒神噶吓。仲有黎超星馬房啦，5班嘅黎超星馬房出咗成60隻馬，只有6個上名未贏過吓。咁啊呢一啲數據大家一定係要留意，一定要知道翻噶。仲有比較偏門嘅一啲分析啊，蔡明少前幾年好似好多人都講佢嘅馬匹呢都係輕磅比較勁，比較着數啊，但係依家已經唔係呢一支歌仔唱噶啦，126磅以上嘅頭馬呢，蔡明少贏最多啊吓，咁啊大家見到有好多嘅數據分析、大數據分析俾到大家，只要加入我哋嚟緊馬王級嘅級別就會有啦，每個月更新一次，無論係手機版、電腦版，大家都可以加入得到啊。會員嘅大家仲可以提出嚟緊有咩需要、有咩功能想加落去呢，都可以同我提出。最重要係幫到大家有興趣嘅大家記住要留意翻啊。